一般消费者买猪肉往往只当看外观比介绍，毋过你敢有想过透过专业的仪器，买当切出肉的柔嫩度、保水性等等的口感。我们如果从这个刀在测试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肉它如果本身，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喜欢吃起来的肉质喜欢稍微软一点的，对，就柔软度比较高会好一点的。那有的肉可能因为它本身比较干，所以可能会影响到它的那个肉质。那我们在这样测试的时候，可以知道说这块肉它本身它是柔软度是不是比较好？因为对我们大户人来讲，当然是肉是有一定的柔软度会比较好，这样对。除了肉片以外，如何选择鸡卵，一般也是以大小外观来判定。不过，其实鸡卵好歹，除了看到清气、到明显的水分，甚至卵壳的厚度、卵磷、卵清的关度等等，拢是关键。而透过专门仪器的数值来检测，到底够青，容易当一清二楚。当然，业者除了希望提供消费者安心，进一步买当对饲料、卵鸡到洗选的过程来专程把关。分级包装，主要测试蛋白的高度，还有那个 HU 就是它的毫时单位，还有蛋壳的强度，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它的那个蛋黄颜色，我们全部会整个还有蛋壳厚度，这5项的检测标准，然后我们检测 OK 的话，我们才会上市出去。那我们检测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回推到底机制有没有什么问题，饲料厂要不要做什么调整。那这样的话，常常维持我们所有检测的那些我们要素都能保持在我们要的标准以上，这样子。确实，食品安全已经是消费者的基本要求，所以畜产集团特别率先打造价值奖益，附下国家级规格品鉴中心，希望会当精准、快速来检验52种药物以及310项的农药残留，让消费者安全、健康、美味的生活。电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BB 宽屏120枚，每月只要888，让你极速爽标网，半再送1000元购物金，快拨打电话订购，送新4128812，3冠网4128833。